身嘅 DNA 係喺經營性資產，一直都比較高，係汰弱留強，會越嚟越捲啦，可以滿足到目標客戶嘅核心需求啦，幫到佢哋做生意，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國內嘅生活水平嘅話，甚至會比香港更加優質。企業家唔好錯過啦！哇，咁年嘅咧，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冇見 Marlon 總理啦。因為我諗你咁低調，一定係有大 project 搞緊，所以今日就專程過嚟學習下。我知你應該喺國內發展都有超過10年啦。係啊，10幾年啦。最早嘅時候，03、04年已經開始，嗰陣時係父輩國內都有投資房地產開發，所以就請我上嚟。結果上到嚟之後嘅話，就一去不返。07年嗰時就隻身由東莞跑咗嚟廣州做商業地產，之後亦都做過啲房地產開發項目、住宅開發項目。18、19年都開始再重新轉型翻去商業地產，本身嘅 DNA 係喺經營性資產度咯。按你咁多年嘅經驗啦，你認為一個優質嘅物業應該係點樣嘅咧？中國市場日新月異嘅。其實係非常捲嘅，優質嘅長期嘅經營性物業，即係可以歷久常新嘅話，基本就係可以滿足到目標客戶嘅核心需求啦。產業園嚟講嘅話，更加注重嘅就係我哋滿足到佢嘅生產要素，即係幫到佢哋做生意，譬如佢技術啊、人才啊、政府嘅政策啊，甚至乎話企業之間嘅交流啊，更加多嘅軟性嘅服務，不斷咁樣去再增加一啲附加值落去啦。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就係我哋而家喺工業經濟總部呢個角色啦。你當時點解會選擇同呢個番禺總部經濟園區做合作？因為我知你其實都有唔同嘅點噶嘛。但係你而家主力基本上就喺呢邊啦。疫情前後嗰時候，我哋更加多係做高端型嘅物業。即係 CBD 嘅物業，而家我哋叫更加往產業園去考慮，因為一方面而家個經濟面臨好大嘅挑戰啦，大家都縮減預算啦 ，CBD 入邊嘅嗰個價格嘅下滑都係比較明顯，空置都比較高，同埋喺 CBD 入邊嘅話，通常都係一啲服務型嘅企業需要我哋作為呢個平台方嘅嘢，亦都相對會少啲，同埋要做上規模咯。產業園嘅話係10幾萬方、50萬方到100萬方咁嘅規模，咁其實可以容納到嘅企業嘅話就會大好多。對於我哋呢個平台方嘅個優勢嘅話，更加會明顯啲。你哋大概嘅一個佈局係點樣樣？番禺工業經濟總部園區作為一個整體嘅一個佈局，總共嘅面積係100萬方，分17個項目，由17個呢個產業龍頭去分期開發。大部分嘅話都係以辦公、生產、研發輕工業加工，亦都會有公寓嘅配套。創新中心咧，呢個園區係有16萬方，有13棟物業，有小獨棟啦，2000到4000方。到我哋1萬方嘅總部大樓，呢啲係可以去出售嘅。呢個園區而家有啲咩亮點可以吸引我哋嘅企業家過嚟呢邊發展？一方面係我哋運營方嘅做一啲提供軟性服務啦，實際嘅支持嚟講，其實喺呢個租金同埋售價上嘅補貼。園區俾我哋嘅定位係有個招商引資嘅責任，入嚟嘅企業達到一定嘅標準，會符合到稅收政策嘅話，會有低於市場價格嘅轉讓價格。自持嘅部分可以去出租嘅，會有租金補貼。你話可以低於市場標準一啲嘅，咁大概係幾多？租金嘅話3-4成，低過市場3-4成。如果係售價嘅話，係調整咗之後嘅話，會係喺1萬到12000呢個區間，即係比市場嘅價格相對有競爭力。咁大家企業家唔好錯過啦嚇。其實睇呢幾年咧，番禺區嘅營商環境咧都幾唔錯嘅。對番禺區嚟講嘅話，都會不斷咁樣去創新更加多嘅政策到呢啲企業。喺產業方面，邊啲產業係重點想引入嘅？顧名思義啦，呢個係番禺工業經濟總部，都係以工業型、生產型總部經濟。而家引入咗已經係17家，譬如話有冠粵路橋啊、海大啊、中海達做衛星嘅電力寶等等，都會將佢哋嘅總部或者係華南總部設置喺呢度。結合咗南村嘅特色嘅話，我哋都會針對喺時尚產業上面，服裝啊、化妝品啊、珠寶啊呢啲嘅時尚產業嘅，番禺區都會圍繞住呢啲出啲仲針對性嘅政策去招商引資。有冇計劃發揮你嘅優勢，將一啲香港嘅企業嘅部引過嚟呢邊？好多，當然希望啦，都希望可以咁樣做啦。粵港澳大融合嘅話，係國家嘅重點發展策略。咁喺呢度嘅話，亦都係好近南站，我車可能都係10零20分鐘就到。咁所以嘅話，借住呢個平台呼籲可以更加多嘅香港嘅企業家可以去關注我哋嘅項目咯。講開呢個未來咧，其實我都睇到而家嘅 Z 世代啦、00後啦，佢哋嘅需求好多樣化啦，配套服務上邊點樣去滿足呢啲人嘅需求咧？更加個性化咯，佢哋好注重自己身份嘅認同，可能喺配套上邊俾咗佢哋覺得更加認同嘅嘢咯。我哋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跨代啦，可以同佢哋一齊去融合，同佢哋學習。你嚟呢邊發展嘅時候，其實仲未有大灣區呢個概念。你係一個好典型嘅建設者同埋參與者啦。咁你會覺得未來大灣區嘅一啲經營性物業佢嘅發展趨勢會係點樣樣咧？
仲係會越嚟越捲啦。投資速度嘅話，都係喺呢1-2年先至放慢，供應嘅收縮嘅話，可能會係4-5年之後。呢個捲嘅話會維持呢好幾年。趨勢嚟講嘅話，就係汰弱留強咯。好嘅位置，新嘅物業會淘汰呢啲舊嘅物業，咁新嘅物業入邊之間競爭力好大。運營嘅專業性嘅話，而家就係越嚟越強咯。另一個趨勢就會係金融化啦，資產證券化啦，都會係大嘅趨勢。地產金融化之後，會見到更加多行業嘅集中，龍頭就會膨強。呢個都係我哋企業努力嘅方向咯。你過嚟呢邊，原來數咗下就差唔多20年啦。有冇人會覺得你係香港人？冇啦，我前幾日有人傾偈嘅話，佢都話：你係咪搬嚟本地嘅？係嘛？我話我香港喎。我見我聽到好似有啲口音，本地口音啊！已經變成土著啦。係變咗土著。其實你呢個過程入邊，你覺得適應起身，舒唔舒服啊？有一個適應嘅過程嘅，過程入邊見證住喺國內嘅變化啦，經濟上變化，大家有目共睹啦。生活上變化其實都有好大嘅改變。最近都好 topic 就係話香港人嚟國內消費啊嘛，國內嘅生活水平嘅話，甚至會比香港更加優質。咁多年係用一個包容嘅心態去睇國內嘅一啲發展咯。香港又好，中國又好，其實都係一家人嘅，一齊去推動咯嚇。唔好嘅地方，我咪自己要努力去改變咯。而家嘅趨勢咧，其實會有越嚟越多嘅港澳青年啦，同埋灣區發展嘅，會俾個咩建議俾佢哋去更好咁融入呢邊？過嚟發展嘅話，而家呢個環境嚟講係會有挑戰嘅，因為自己都捲啊嘛，一定要有足夠自己心理準備啦，自己能力要足夠啦，帶多一啲國際化嘅思維啊，國際化嘅資源啊。外語嘅能力啊，要審視自己嘅競爭力咯。而家嘅人才都非常之優秀。好啦，今日咧就好多謝Marlon總理嘅時間啦。多謝。係今日咧同阿Marlon溝通完，我又學到一個新嘢啦。而家嘅園區招商其實唔係單單係一個租賃嘅模式咯，佢係一個銷售嘅物業啦。咁有咩好處咧？對於企業嚟講，佢買咗呢度嘅物業喺呢度專心紮根發展，佢唔使搬嚟搬去，就可以更加安定啦。對園區嚟講，佢又唔使擔心園區入邊企業嘅流失率喎，咁佢就淨係安心做好自己嘅配套服務就 OK 啦。對政府嚟講更加好啦，又有穩定嘅稅收，又有穩定嘅產業，所以呢一招咧就解決咗企業又好、園區又好、政府又好啦，係咪好得咧？係嚟緊咧，我哋都會組織一啲活動咧喺呢個番禺工業總部經濟園區嘅，大家可以多啲期待下啦。拜拜。